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校长请大家啉凉的。恁看，这有校长予咱的消息。真感谢认真搁拍拼的料理救援队。校长今仔日要请大家啉凉的，要啉啥家己拣，恁家真开好打嘛无要紧。校长人有够好诶，我想要啉古早味的红茶牛奶，莫伤甜。我想要啉冬瓜茶，牵一束来柠檬汁，酸酸甜甜足好啉。安尼，我想要啉草仔茶，掺凉凉的薄荷，足退火的。我当然要啉我上爱的粉薏柠茶。安尼，咱就用神奇食谱。等下，若是直接用神奇食谱叫凉的，安尼就无好算啊。安尼敢毋是就会当随啉着凉的啊？咱去街仔踅踅咧，要定着有新口味的凉的，会使试看卖。好啊，校长阁有互咱钱袋啊呢。安尼讲嘛有影。哇！这规排拢是凉水店，是要经倒一间？这的凉水店拢足有创意，伫茶内底掺无共的配料，也是果子啊，逐款口味拢有。台湾茶米有足侪品种，像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、日月潭的红茶，拢是名声烫世界。不过看来看去，我还是想要啉简单的古早味。我会记伫这附近，就有一间古早味的冬瓜茶档。伫迄边的树仔骹。唉，大家拢走去新开的凉水大高馆，我这款老店差不多会当收起来啊。头家，莫讲这款失志的话啦。头家的冬瓜茶甲草仔茶，拢是用足侪时间落去控的吼。阮阿嬷嘛讲过，要煮真正的古早味红茶，就爱选用好的茶米，阁爱放互自然降温，气味才会赞。囡仔兄囡仔姊，恁真了解我的苦心。好，恁要啉什么茶？冬瓜茶、草仔茶、红茶，逐项拢爱5杯。这种古早的好滋味，阮要请朋友斗阵啉。吼吼，恁讲的话，互我足感动的。这唱声足熟悉款呢。校长，你哪会知啊？其实我是伫遮偷偷啊观察恁，想要看恁安怎拣凉水，看恁的选择。相信这珍贵的古早味，一定会当阁传传落去。安尼，咱甲遮的古早味写入去神奇食谱内底。嘿，这个好食的料理有，听目的色地，好片的芳配，刷嘴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好，完成啊！后摆咱想要啉这古早味的凉水，会当真紧就啉着啊！阿光规头壳干那想要食。好啦，大家斗阵啉凉的。多谢校长。这摆料理救援队学到古早味是值得珍惜，爱继续传传落去的。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我还袂出场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咱伫料理救援队的第8集，小介是古早味的凉水，
咱遮有几啊种，一种是红茶、冬瓜茶、粉圆圆茶。热人的时啊，若安尼甲啉一杯，哇，实在是心凉鼻吐开。阿公，你敢有想要啉？等一下啦，咱先来小解我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凉的凉水，凉的凉水，就是讲冰冰凉凉的饮料，像这罐就是冰冰凉凉。阿公，安尼敢有足冰的？粉圆奶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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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伫奶茶内底加粉圆。像我这杯是大粒的，阿公这杯是细粒的。不管是大粒的还是细粒的粉圆，拢足好啉的。茶米，茶米嘛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叫做茶心。那茶米呢，就是掺茶米、中药甲卵斗阵卤的。名声烫世界，名声烫世界，就是世界有名，名声真透的意思。台湾茶米有足侪品种，像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、日月潭的红茶，拢是名声烫世界。汤换，汤换就是传承生团的意思，像台语就是爱有恁这款少年人来汤换，才会久久长长。即摆校长请料理救援队啉凉的。因找到一担古早味的凉水蛋，了解到古早的好滋味，是值得用心汤看。哇，今仔是什么日子啊？哪有凉的通啉？哈，阿公你讲啥？啊，这凉的是阿嬷控的哦。安尼毋就是选用好的茶米，佮放互自然降温，气味上赞的古早味。哇，有阿嬷有够好的啦！啊，你佮讲啥？哦，阿嬷有甲你教。哇，后摆哦，就会当阿公来煮凉的安尼。有阿公实在是有够好啦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佮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